Shalom，歡迎大家參與我哋嘅願神興起，使他的仇敵四散，叫那恨他的人從他面前逃跑。他們被驅逐，如煙被風吹散；惡人見神之面而消滅，如蠟被火融化。唯有義人必然歡喜，在神面前高興快樂。你們當向神唱詩，歌頌他的名，為那坐車行過曠野的修平大路。他的名是耶和華，要在他面前歡樂。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，作寡婦的伸冤者。神叫孤獨的有家，使被囚的出來享福。唯有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。神啊，你曾在你百姓前頭出來，在曠野行走。那時地見神的面而震動，天也落雨。西乃山見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動。神啊，你降下大雨，你產業以色列疲乏的時候，你使他堅固。你的會眾住在其中。神啊，你的恩惠是為困苦人預備的。世上的列國啊，你們要向神歌唱，願你們歌頌主。歌頌那自古駕行在諸天以上的主，他發出聲音，是極大的聲音。你們要將能力歸給神，他的威榮在以色列之上，他的能力是在穹蒼。神啊，你從聖所顯為可畏，以色列的神是那將力量權能賜給他百姓的，神是應當稱頌的。
同攜手向前，來舉手歡呼，讚美真神，同建立愛主的群體。凡事謙虛、溫柔、忍耐，用愛心互相寬容，用和平彼此聯絡基督所賜，合一的心竭力保守。攜手向前，來舉手歡呼，讚美真神，同建立愛主的群體。凡事謙虛、溫柔、忍耐，用愛心互相寬容，用和平彼此聯絡基督所賜，合一的心竭力保守。凡事謙虛、溫柔、忍耐，用愛心互相寬容，用和平彼此聯絡基督所賜，合一的心竭力保守。感恩今天能共你相聚，無限歡欣，一同攜手向前，來舉手歡呼，讚美真神，同建立愛主的群體。在虛假的世界中認識真正的父。約翰福音17章1至11節。喺 Matrix 呢一套電影係講一個人以為自己活喺真實嘅世界裏面，但原來佢一直活喺一個被操控嘅虛擬系統入面。佢要醒覺，要重新認識咩先係真實。而約翰福音17章，耶穌就喺受難之前向父神禱告。喺呢個禱告裏面，耶穌話俾我哋聽，真正嘅生命、真正嘅自由、真正嘅榮耀，唔係由世界話俾我哋知，而係由父神喺基督裏面賜俾我哋。喺 Matrix 入邊，主角 Neo 一開始以為自己只係一個普通人，佢返工、生活、用電腦，好似同普通人冇分別。但佢心入面一直覺得呢個世界有啲唔對路。後嚟 Morpheus 話俾佢知，佢所見到嘅世界其實係一個虛擬系統。人類以為自己自由，其實係被操控、被餵養、被蒙蔽。呢個畫面好震撼，因為佢唔單止係科幻故事，其實都好似問緊我哋：我哋今日以為自己好自由，但我哋係咪真係自由呢？我哋係咪都俾好多無形嘅嘢控制住呢？例如成功主義、金錢壓力、社交媒體、
別人嘅眼光、演算法、消費文化，甚至恐懼。約翰福音17章就將我哋帶返去真正嘅現實。人真正嘅生命唔係由呢個世界系統定義，而係由認識父神開始。今日人嘅 Matrix， 其實今日我哋未必活喺電影入面嗰種電腦虛擬世界，但我哋好多時候活喺另一種 Matrix 入面。手機一響，我哋就忙；社交媒體一有通知，我哋就被吸引。人哋一句評價可以影響我哋成日嘅心情。工作、收入、成績、身份、移民、家庭責任，都可以慢慢變成一個控制我哋嘅系統。我哋以為自己選擇緊人生，但其實好多時只係跟住世界嘅價值行。世界話你要成功先有價值，世界話你要被人認同先值得被愛，世界話你要證明自己先有身份，世界話你要掌握一切先有安全感。但耶穌喺約翰福音17章3節話：認識你獨一嘅真神，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，這就是永生。真正嘅生命唔係來自世界嘅評分系統，而係來自認識神。耶穌嘅禱告，真正嘅現實。約翰福音17章係一段好特別嘅經文，因為耶穌唔係單單向門徒講道，而係向父神禱告。門徒聽見耶穌點樣為佢哋祈禱。呢一章好多時被稱為耶穌嘅大祭司禱告。耶穌好似大祭司一樣，將門徒帶到神面前。留意，耶穌知道自己就快被出賣、被捉拿、被審判、被釘十字架，但喺呢個時候，佢唔係只顧自己，佢為門徒禱告，佢為屬佢嘅人禱告。呢個就係真正嘅現實。世界可能話真正現實就係權力、恐懼、暴力、利益、成功，但耶穌話俾我哋知，真正嘅係現實係子向父禱告，父差遣子，子完成父嘅工作，並且保守屬佢嘅人。真正嘅榮耀。約翰福音17章1節話，耶穌話：父啊，時候到了，願你榮耀你的兒子，使兒子也榮耀你。我哋通常會點樣理解榮耀呢？可能係成功，可能係掌聲，可能係被人欣賞，可能係升職、出名、有成就，可能係人哋覺得你做得好。但耶穌講嘅榮耀好唔同。喺約翰福音入面，耶穌講時候到了，其實係指向佢走向十字架嘅時候。換句話講，耶穌嘅榮耀唔係避開痛苦，唔係得到世界權力，而係信服父，完成父所託付佢嘅救贖工作。第4節，耶穌話：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，你所託付我的事，我已經成全了。弟兄姊妹，真正有榮耀嘅人生，唔係我哋終於證明自己好叻，而係我哋可以對父神講：主啊，你託付我嘅，我願意忠心完成。真正嘅永生。耶穌喺約翰福音17章3節講：認識你獨一的真神，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，這就是永生。呢句話好重要。好多時候我哋以為永生只係死後上天堂，當然
永生包括將來嘅盼望，但耶穌喺呢度講，永生首先係一種關係。永生就係認識父神，並且認識佢所差來嘅耶穌基督。喺 Matrix 入面，Neo 要從虛假世界醒過來，佢要知道咩先係真實。但福音比電影更加深入，因為真正嘅覺醒唔只係知道世界有問題，而係認識真實。人可以知道好多資訊，但仍然唔認識神。人可以明白好多道理，但仍然冇永生。人可以好忙、好成功、好有見識，但心靈仍然空虛。耶穌話：真正嘅生命核心係認識父、認識子。真正嘅身份。約翰福音17章6節，耶穌話：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，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。耶穌點樣形容門徒？佢冇話呢班人好勇敢，佢冇話呢班人好成熟，佢冇話呢班人好可靠。事實上，門徒好快就會四散，彼得會3次不認主，其他門徒會驚到匿埋。但耶穌喺父面前，仍然稱佢哋係為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。呢句話好寶貴。我哋嘅身份唔係由世界定義，唔係由成績定義，唔係由職業定義，唔係由收入定義，唔係由移民身份定義，唔係由過去失敗定義。喺基督裏面，我哋係父神賜俾子嘅人。就算世界話你唔夠好，耶穌仍然喺父面前認識你。你就算覺得自己好軟弱，耶穌仍然稱你為屬佢嘅人。真正嘅保守。約翰福音17章11節，耶穌話：從今以後，我不在世上，他們卻在世上。我往你那裏去，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。耶穌知道門徒仍然要留喺世界，佢冇求父即刻將門徒抽離世界，佢冇話：父神啊，世界太危險，請你即刻帶佢哋走。相反，耶穌求父喺世界中保守佢哋。呢個係基督徒生命好重要嘅真理。我哋唔屬於世界，但我哋仍然被差遣喺世界入面。我哋唔跟隨世界嘅價值，但我哋唔係逃避世界。我哋唔以世界為家，但我哋要喺世界中作見證。所以，當你面對壓力、試探、孤單、灰心，記住，真正保守你嘅唔係你自己嘅意志力，而係父神嘅名。耶穌已經為你禱告。真正嘅合一。耶穌喺第11節繼續話：叫他們合而為一，像我們一樣。耶穌唔單止求父保守門徒，佢仲求父使門徒合一。喺 Matrix 入面，人被系統控制，各自沉睡，好孤單。每一個人好似都活喺自己嘅幻象入面。但福音唔單止叫人醒覺，福音仲將人帶入一個新群體，就係教會。教會係一群被基督喚醒、被父保守、被聖靈連結嘅人。合一唔係話大家性格一樣，合一唔係話大家冇意見，合一唔係話大家文化背景完全相同。真正合一係因為我哋同父同屬一位父，同信一位主，同被一位聖靈連結。
呢一個令人分裂、孤立、爭競嘅世界入面，教會嘅合一本身就係見證。真正嘅覺醒。最後，我哋再返到今日嘅主題，在虛假的世界中認識真正的父。喺 Matrix 問我哋：你知唔知自己可能活喺一個虛擬系統入面？約翰福音17章就更深咁問我哋：你係咪真正認識父神？你係咪知道你係屬於基督嘅人？你係知道真正嘅榮耀唔係世界嘅掌聲，而係完成父嘅託付？弟兄姊妹，真正嘅醒覺唔係逃避現實，而係喺基督裏面認識真正嘅父。真正嘅自由唔係隨自己心意而活，而係屬於差遣我哋嘅主。真正嘅身份唔係世界俾我哋嘅標籤，而係父神喺基督裏面賜俾我哋嘅生命。真正嘅榮耀唔係被世界高舉，而係忠心完成父託付我哋嘅使命。讓我哋喺呢度，喺呢一個充滿假象嘅世界裏面，因為認識父神而真正醒覺。因耶穌基督已經得着永生，並且喺世界中被父保守，合一作主見證。讓我哋一同禱告。天父，多謝你藉住耶穌基督將真正嘅生命賜俾我哋。主耶穌，多謝你喺受難以前為門徒禱告，亦多謝你今日仍然為我哋代求。求你幫助我哋，唔再被世界嘅假象控制，唔再用成功、掌聲、金錢、別人眼光定義自己，而係喺你裏面認識真正嘅父。求你保守我哋，使我哋雖然仍然活喺世界入面，卻唔屬於世界；雖然面對試探同壓力，卻仍然忠心跟隨你。求你使教會合而為一，喺分裂嘅世代中成為你嘅見證，讓我哋一生唔係為自己發光，而係榮耀你，完成你所託付我哋嘅使命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門。當和你一起歌頌共禱告，神開始帶動我，盼為你祝福。主完美旨意超越自我心意，願到他牽引達到更高處，同心幻想，同心合意，立志謙卑擺下我心意，為要見證聖事名字，同心挽手，同心合意，邁向新天新地，願都知目標一致，太使命在前。當和你一起歌頌共禱告，神開始帶動我，盼為你祝福。主完美旨意超越自我心意，願到
有他牽引達到更高處，同心挽手，同心合意，立志謙卑擺下我心意，為要見證聖善名字，同心挽手，同心合意。新天新地應當知，目標一致，大使命再次。萬世真光，晝夜護航，萬眾一心，貼近神導向，站立他國界，奉救主為王。同心同行，到處放聲宣講。同心挽手，同心合意，立志謙卑擺下我心意，為要見證聖善名字，同心挽手。新天新地應當知，目標一致，大使命再次。邁向新天新地應當知，目標一致，大使命再次。目標一致，真誠的心意，永遠為使命前進。羅馬書12章1節，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。你們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然而我哋領受咗神嘅話語之後，更加明白點樣去實踐神嘅旨意，將我哋嘅生命去獻上，好似活祭一樣。遵行神嘅吩咐，活出聖潔。如果你有金錢上嘅奉獻，可以聯絡你所屬嘅教會領袖。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 ，Shalom 平安。我哋道米蘇 Cloud Church 嘅
讓我哋以三一眾將榮耀歸俾三位一體嘅真神。願我哋嘅大祭司主耶穌基督嘅恩惠，計劃萬世救恩嘅天父上帝嘅慈愛，連結我哋嘅聖靈嘅感動團契能力，常與我哋眾人同在，使我哋喺充滿虛假嘅世界當中，認清真相，認識真神，真正活喺永生和平嘅與神嘅關係入面，滿有平安嘅活出我哋嘅人生，見證主，實踐父神嘅旨意使命。阿門。而我哋更深認識三一神，與神同心履行大使命。天上地下所有權柄，全屬於那復活救贖主。因此我被你差遣，傳頌主恩永不變，持定着你呼召，讓你大愛彰顯。天上地下所有權柄，全屬於那復活救贖主。因此我被你差遣，靠主勇敢將心獻，期待着那為我存留榮耀冠冕，回應大使命，用信心走出去，傳頌見證你路難行不畏懼，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，凡你所吩咐都教訓羊群遵守。